南韓有人形機械人皈依佛門，喺佛寺受戒並授予法號。寺方特別為佢設計機械人5戒，被視為人工智能技術同傳統佛教文化嘅融合。呢個着僧服、披袈裟、頭部被設計成剃度之後光頭造型嘅人形機械人，星期三喺南韓首爾佛教寺廟曹溪寺出席受戒儀式，皈依佛門。期間佢雙手合十表示願意皈依，並承諾遵守寺方為佢重新設計嘅機械人5戒，分別係尊重生命、不加傷害、不破壞其他機械人同物品、聽從人類、不頂撞、唔做欺瞞性嘅行為同表達，以及節省能源、唔過度充電。隨後由佛寺住持為佢戴上108粒佛珠，並且獲授予法號加被，將喺嚟緊嘅佛誕以名譽僧侶身份參與點燈等活動。今次人形機械人受戒儀式被視為人工智能技術同傳統佛教文化嘅融合。佛寺住持強調，機械人5戒係機械人喺社會中以及為咗人類應該遵守嘅最低限度規範，希望能夠成為人類同機械人共同生活嘅基本規則。加被身高為130厘米，嚟自杭州6小龍之一嘅中國機械人企業宇樹科技。日本此前亦都曾經推出同樣嚟自宇樹科技嘅第一個佛陀機械人，搭載咗佛教人工智能系統，具有念經以及同信眾互動等功能。無線電視記者陳慧珊報道。